《紅樓夢》作者曹雪芹。本書由杜麥奴女士讀出，香港好書樓星協會有限公司製作。《紅樓夢》人物關係圖頁一。《紅樓夢》人物關係圖頁二。第93回，甄家僕投靠賈家門，水月庵掀翻風月案下。一日，賈政早起，剛要上衙門，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裏交頭接耳，好像要使賈政知道的似的，又不好明回，只管咕咕唧唧的說話。賈政叫上來問道：你們有什麼事，這麼鬼鬼祟祟的？門上的人回道：奴才們不敢說。賈政道：有什麼事不敢說？門上的人道：奴才今已起來，開門出去，見門上貼着一張白紙，上寫着許多不成事體的字。賈政道：哪裏有這樣的事？寫的是什麼？門上的人道：是水月庵裏的奄尖話。賈政道：拿給我瞧。門上的人道：奴才本要揭下來，誰知他貼的結實，揭不下來，只得一面抄一面洗。剛才李德揭了一張給奴才瞧，就是那門上貼的話，奴才們不敢隱瞞。說着，呈上那貼兒，賈政接來看時，上面寫着：西貝草根年紀輕，水月庵裏管尼僧。一個男人多少女，窩窗聚賭是圖情。不肖子弟來辦事，榮國府內出新聞。賈政看了，氣得頭昏目暈，趕着叫門上的人不許聲張，悄悄叫人往寧榮兩府靠近的夾道子牆壁上再去找尋，隨即叫人去喚賈璉出來。賈璉即忙趕至，賈政忙問道：水月庵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，向來你也查考過沒有？賈璉道：沒有，一向都是勤兒在那裏照管。賈政道：你知道勤兒照管得來，照管不來。賈璉道：老爺既這麼說，想來勤兒必有不妥當的地方兒。賈政嘆道：你瞧瞧這個貼兒寫的是什麼？賈璉一看道：有這樣事麼？正說着，只見賈蓉走來，拿着一封書紙，寫着二老爺密啟。打開看時，也是無頭綁一張，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。賈政道：快叫賴大帶了3、4輛車子到水月庵裏去，把那些女尼姑、女道士也一齊拉回來。
不許洩漏，只說裏頭傳喚。賴大領命去了。且說水月庵中小女尼、女道士等初到庵中，沙彌與道士原係老尼修管，日間教他些經懺，以後原非不用，也便習學得懶怠了。那些女孩子們年紀漸漸的大了，都也有些知覺了，更兼賈勤也是風流人物，打量方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兒，便去招惹他們。哪知方官竟是真心，不能上手，便把這心腸移到女尼、女道士身上。因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甚香的，和女道士中有個叫做學仙的，長得都甚妖嬈。賈勤便和這兩個人勾搭上了，閒時便學些詩言，唱個曲兒。那時正當10月中旬，賈勤給庵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，便想起法兒來，告訴眾人道：我為你們領月錢不能進城，又只得在這裏歇着，怪冷的。怎麼樣？我今兒帶些果子酒，大家吃着樂一夜，好不好？那些女孩子都高興，便擺起桌子，連本庵的女尼也叫了來，唯有方官不來。賈勤喝了幾杯，便說道要行令。甚香等道：我們都不會，倒不如划拳吧，誰輸了喝一杯，豈不爽快？本庵的女尼道：這天剛過晌午，暈陽暈渴的不像，且先喝幾盅，愛散的先散去，誰愛陪勤大爺的，回來晚上盡止喝去，我也不管。正說着，只見道婆急忙進來說：快散了吧，府裏賴大爺來了。眾女尼忙亂收拾，便叫賈勤躲開。賈勤因多喝了幾杯，便道：我是送月錢來的，怕什麼？話猶未完，已見賴大進來，見這般樣子，心裏大怒，為的是賈政吩咐不許聲張，只得含糊裝笑道：勤大爺也在這裏呢麼？賈勤連忙站起來道：賴大爺，你來作什麼？賴大說：大爺在這裏更好，快快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，宮女傳呢？賈勤等不知緣故，還要細問。賴大說：天已不早了，快快的好趕進城。眾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。賴大騎着大酒驢，壓着趕進城，不提。卻說賈政知道這事，氣的衙門也不能上了，獨坐在內書房嘆氣。賈璉也不敢走開，忽見門上的進來稟道：衙門裏今夜該班是張老爺，因張老爺病了，有知會來請老爺補一班。賈政正等賴大回來要辦賈勤，
此時又要該班，心裏納悶，也不言語。賈璉走上去說道：賴大是飯後出去的，水月庵離城20來里，就趕進城，也得2更天。今日又是老爺的幫班，請老爺只管去。賴大來了，叫他壓着，也別聲張，等明兒老爺回來再發落。倘或勤兒來了，也不用說明，看他明兒見了老爺怎麼樣說。賈政聽來有理，只得上班去了。賈璉抽空才要回到自己房中，一面走着，心裏抱怨鳳姐出的主意，欲要埋怨，因她病着，只得隱忍，慢慢的走着。且說那些下人，一人傳10，傳到裏頭。先是平兒知道，即忙告訴鳳姐。鳳姐因那一夜不好，奄奄的總沒精神，正是惦記鐵檻紙的事情。聽說外頭貼了匿名揭貼的一句話，嚇了一跳，忙問貼的是什麼？平兒隨口答應，不留神就錯說了，道：沒要緊，是饅頭庵裏的事情。鳳姐本是心虛，聽見饅頭庵的事情，這一下即嚇精了，一句話沒說出來，急火上攻，眼前發暈，咳嗽了一陣，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來。平兒慌了，說道：水月庵裏不過是女沙彌、女道士的事，奶奶着什麼急？鳳姐聽是水月庵，才定了定神，說道：呸！糊塗東西，到底是水月庵呢，是饅頭庵呢？平兒笑道：是我頭裏錯聽了是饅頭庵，後來聽見不是饅頭庵，是水月庵。我剛才也就說漏了嘴，說成饅頭庵了。鳳姐道：我就知道是水月庵，那饅頭庵與我什麼相干？原是這水月庵是我叫勤兒管的，大約克扣了月錢。平兒道：我聽着不像月前的事，還有些奄尖話呢。鳳姐道：我更不管那個，你二爺哪裏去了？平兒道：聽見老爺生氣，他不敢走開。我聽見事情不好，我吩咐這些人不許吵嚷，不知太太們知道了沒有？但聽見說老爺叫賴大拿這些女孩子去了，且叫個人前頭打聽打聽。奶奶現在病着，依我竟先別管他們的閒事。正說着，只見賈璉進來，鳳姐欲待問他，見賈璉一臉的怒氣，暫且裝作不知。賈璉飯沒吃完，往兒來說：外頭請爺呢？賴大回來了。賈璉道：勤兒來了沒有？往兒道：也來了。賈璉便道：
你去告訴賴大說，老爺上班而去了，把這些個女孩子暫且收在園裏，明日等老爺回來送進宮去，只叫芹兒在內書房等着我。黃兒去了。賈芹走進書房，只見那些下人指指戳戳，不知說什麼。看起這個樣兒來，不像宮裏要人，想着問人，又問不出來，正在心裏疑惑。只見賈璉走出來，賈芹便請了安，垂手侍立，說道：不知道娘娘宮裏即刻傳那些孩子們做什麼？叫侄兒好趕，幸喜侄兒今兒送月前去，還沒有走，便同着賴大來了。二叔想來是知道的。賈璉道：我知道什麼？你才是明白的呢。賈芹摸不着頭腦兒，也不敢再問。賈璉道：你幹得好事，把老爺都氣壞了。賈芹道：侄兒沒有幹什麼，庵裏月錢是月月給的，孩子們經參是不忘記的。賈璉見他不知，又是平素常在一處玩笑的，便嘆口氣道：打嘴的東西，你各自去瞧瞧吧。便從靴翼兒裏頭拿出那個揭貼兒來，仍與他瞧。賈芹拾來一看，嚇得面如土色，說道：這是誰幹的？我並沒得罪人，為什麼這麼蝦我？我一月送錢去，只走一趟，並沒有這些事。若是老爺回來打着問我，侄兒就屈死了。我母親知道，更要打死。說着，見沒人在旁邊，便跪下央及道：好叔叔，救我一救兒吧。說着，只管合頭，滿眼流淚。賈璉想到，老爺最惱這些，要是問准了有這些事，這場戲也不少，鬧出去也不好聽，又長那個貼兒的人的志氣了，將來咱們的事多着呢，倒不如趁着老爺上班兒和賴大商量着，若運過去就可以沒事了。現在沒有對證，想定主意，便說：你別瞞我，你幹的鬼鬼祟祟的事，你打量我都不知道呢。若要完事，除非是老爺打着問你，你只一口咬定沒有才好。沒臉的東西，起去吧。叫人去喚賴大。不多時，賴大來了，賈璉便與他商量。賴大說：這芹大爺本來鬧的不像了，奴才今兒到庵裏的時候，他們正在那裏喝酒呢。貼兒上的話是一定有的。賈璉道：芹兒，你聽，賴大還賴你不成？賈芹此時紅漲了臉，一句也不敢言語。還是賈璉拉着賴大，讓他：
互比互比吧。只說勤哥兒是在家裏找了來的，你帶了他去，只說沒有見我。明日你求老爺，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，竟是叫了媒人來，領了去一賣完事。果然娘娘再要的時候兒，咱們再買。賴大想來鬧也無益，且名聲不好，也就應了。賈璉叫賈芹跟了賴大爺去吧，聽着他教你，你就跟着他。說罷，賈芹又合了一個頭，跟着賴大出去。到了沒人的地方兒，又給賴大合頭。賴大說：我的少爺，你太鬧的不像了，不知得罪了誰，鬧出這個亂兒來。你想想，誰和你不對吧？賈芹想了一想，忽然想起一個人來，未知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第93回下完。想繼續聽我哋嘅有聲書，可以到好書流星網站掃描眼前嘅二維碼，或者去網址www.goldboksclub.org.hk， 撳入錄音書名單嘅選項中，裏面有提供方便選聽錄音書嘅連結。在此多謝大家嘅收聽。